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一礼拜这目术就过去了。感谢主，今仔来到主的面头前，伫主的圣日三甲伫网顶来敬拜主。虽然你现在无论伫倒落，是伫本国还是伫外国，无论伫什么所在，只要你专开今仔日阮的这个讲道的这个网顶的聚会，你就有法通甲阮做阵三甲伫遮来敬拜主，求神甲咱同在，求圣灵借着伊的话语，搁较明白上帝的旨意，学习属灵的功课，叫咱伫灵性顶面得到进步。虽然咱长久这2年外来伫厝内，亲像咧关家，但是只要有主甲咱同在，有圣灵的交通，咱心灵仍然有法通得到复兴，得到信心，伫忧愁挂虑当中，咱得到安慰。所以求上帝甲咱同在，特别是今仔的信息当中，求主借着伊家己的话来造就咱、帮助咱，叫咱同得到属灵的益处。感谢主。虽然今仔日仍然有人身躯会软弱，或者拄着这疫情，但是咱免惊，你要小心，因为有的人染着这个病毒，伫厝内好好的治疗，也是真容易会恢复健康。所以咱感谢主，求主帮助咱，甲咱同在。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愿上帝借着伊的话语，借着兄弟姊妹的带导，咱三甲伫主的内面有交通，好叫咱的灵命继续长进，荣耀主的圣名。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全能的上帝阿爸爸神啊，今仔日阮阁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你洁净阮的心，互阮存着一个圣洁的心灵来敬拜你。阮的祈祷，阮的敬拜，望主的悦纳。上帝啊，阮为着怀伫患难当中、伫病痛当中的人来祈祷，有的已经染着这个病困。求上帝你亲自来医治、安慰因，甲因同在，好叫因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以后继续伫工作顶面伫侍奉顶面来努力，荣耀上帝你的圣名。天父，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主来引带带领，叫你的名得到荣耀，叫兄弟姊妹得到造就，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一
各位兄弟姊妹，咱教会的讲道9月份的一系列啊，就是每一摆的讲道，拢是送一个主题啊，一个叫做讲道的系列。主题叫做祈祷的时阵，主耶稣教世人，祈祷时阵着安尼讲啊，祈祷着安尼讲啊，英文叫 Pray like this 啊。所以伫9月份，咱的讲道主要是要叫咱着探索耶稣要怎样教示咱怎样祈祷。祈祷只是简单的甲神交谈。当时呢，咱创造一个时间分别一段时间、一个空间让上帝甲咱会交谈。祈祷是甲上帝无停的对话讲话伊是咱的祈祷时阵有一种亲密的关系，甲上帝这种的关系是发生伫无有分心无人来交叉的一个秘密的所在，或者是安静的所在祈祷毋单单是这段时间，祈祷也是规日当中无停的有法能甲上帝祈祷沟通。所以今仔日呢，也是有一个主题，就是祈祷文，也是说主祷文。咱知影关于祈祷的代志世界顶有真侪款的宗教，有真侪各样各款的人，因拢会捌祈祷。但是有偌侪人知影祈祷是啥物呢？咱知影，大国的总统因会祈祷，国王或者是女王因会祈祷伫咧就职总统就职典礼的时阵有人咧为因祈祷这个大人物祈祷，小人物祈祷，基督徒会祈祷，犹太教的人祈祷，印度教的人因也有祈祷，佛教的人也是会晓咧祈祷，回教的人也咧祈祷，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人因也是咧祈祷。但是真正祈祷，有人就问：到底有功效吗？祈祷是毋是有必要的呢？祈祷就是已经成做全世界顶的一款的世界性的宗教的仪式了。各款的宗教拢有祈祷的仪式，但是各款的祈祷拢有无相的形式。有的喙中念念有词，有的人就是照已经写好的一个祈祷词来祈祷，一字无漏的直直念，就是重复的直直念，迄句话也是迄边的祈祷词。所以祈祷到底是啥物呢？咱今仔日是借着主耶稣伫圣经当中马太福音所讲教示咱的祈祷，咱称呼这段圣经叫做祈祷文，也是主祷文主祷文。所以咱要借着主耶稣的教示，互咱更较了解祈祷的意义，甲祈祷的内容应该有包括啥物。所以咱开始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这段的经文，也是称呼主祷文而且主耶稣亲自来教示咱做一个天国的子民也就是基督徒，甲以天父为中心的这个祈祷的示范教示咱怎样来祈祷，互咱有法能领会祈祷的内容甲伊的意义是啥物。这段祈祷文毋是要叫咱默念，每一摆祈祷就是一字不漏的会照安尼祈祷咯。
毋是安尼，基督并毋是安尼。耶稣的即段的主导文啊，是要甲咱讲，咱这基督内面应该包含有啥物内容哦。所以咱即阵啊，要将即段基督文啊，还是主导文主导文来读一遍。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耶稣安尼讲，所以恁祷告就安尼讲：阮伫天顶的爸啊，愿人都遵照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行伫天顶。阮日用的啉食，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赦免人的罪，或者是罪哈。无叫阮拄着试探，叫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完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伫落尾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即几句话伫有诶古卷古抄本无有即段话那么现在咱来开始第9节第6章第9节，基督的对象头一点咱讲基督的对象是上牙，咱到底要向上牙来基督耶稣讲说，阮伫天顶的爸，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咱基督的时阵恁是要向上牙基督对象是什么人？圣经讲就是天父，就是真神。天父为什么叫做天父呢？什么人才有够资格称呼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称呼伊做天父呢？谁有资格来称呼神是天父呢？只有迄信主耶稣得救的人，才有资格当称呼神叫做天父。咱祈祷的时阵，就是天父头一句话，祈祷的对象天父阿爸爸神为什么佮叫伊天父？什么人才有资格人称呼上帝？这位真神是天父呢？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安尼甲咱讲：凡若是接待伊的、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赐予因凡信主的人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呢？做神的行儿，还是做神的儿女儿女就是行儿无论是男的是女的。凡若是接待相信耶稣的人，伊就互咱一个权。什么权柄呢？做神的行儿。罗马书8章15节安尼甲咱讲：恁所受的，毋是奴才的心仍然行奴才是行主人的。咱受的所受的，信主的人所受的，毋是奴才的心，所受的乃是行儿的心。因此呢，咱呼叫上帝是阿爸爸，阿爸爸真亲密咱叫咱的老爸会叫daddy，会叫爸爸会叫阿爸圣经讲说叫阿爸爸阿爸父神所以基督咱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互咱基督的时阵对伊就有信心。所以天父也是咱基督的对象，也是咱信心的对象，就是天父。
所以马太耶稣6章6节安尼讲啊，恁祈祷的时阵，就入去厝内，关上门啊，祈祷伫恁暗中的天父。你的天父伫暗中伫咧察看，伫咧观察啊，的确要报答你。所以即道有甲咱讲，咱祈祷伫暗中的天父啊，伊就要听咱祈祷，伊就要报答你啊。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伊甲咱讲即节经文，咱祈祷着有信心，才讨神的欢喜。咱祈祷的时阵，也是着相信有神。伊才要赏赐互咱，所以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安尼甲咱讲，人着有信，有信心，就若无信心，就无法通得到上帝的欢喜啦。因为到上帝面头前的人，的确着相信有神啊。而且相信伊会赏赐或祈求伊的人，所以咱祈祷的时阵啊，咱就有信心。信心的对象是啥啊？就是神，咱就信有神。而且咱祈祷是存着这个信心，因为咱相信伊有可能赏赐或祈祷的人。佮算落来，讲到咱的天父，咱的祈祷的对象是一位丰富的上帝。诗篇104篇第24节安尼讲：耶和华，你所做的是非常的多，拢是你用你的智慧所做成的，遍地拢满了你的丰富啊！所以上帝所做的遍地规达所在啊，拢是上帝的丰富。所以咱的上帝是丰富的上帝，伊的能力，伊的权能，伊的一切的丰盛，拢是伫伊的内面。圣经讲到，咱的天父是位慈爱，是一位慈爱的上帝。神是有慈爱，阁有公义的。诗篇86篇第5节安尼讲：主啊，你本是良善，乐意原谅人赦免人，有丰盛的慈爱，使托凡求告你的人。所以上帝有慈爱，凡祈祷的人伊要答应，要使托因。咱的上帝佫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圣经安尼讲，诗篇9篇第8节讲：伊要按照公义审判世界，按照正直来判断万民。这是上帝有公义。所以即个甲咱讲到上帝有慈爱，是信实有良善有公义的。上帝当咱看到这慈爱、信实、良善的时阵，咱祈祷的人就真爱亲近上帝。但是咱伫世上做人的老爸啊，为什么咱的行李真惊咱呢？有时咱的行李若无听咱呢？无尊重咱呢，是虾米原因啊？我看主要的问题咱这做老爸无互咱的囝儿立好的模样，好的榜样。可能这个做老爸倒来就啉酒、拍某、拍囝儿，可能伫外面做一件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伊讲的话，可能也是一件无诚实，或者是欺骗的话，或者是无照做的话。所以，互囝儿形成一个无好的印象。可能因信主了那个，阮伫天顶的爸啊，等于个天顶的爸，即个妇女伊会想到厝内迄个爸爸个伊都袂叫上帝亲近啊，因为惊阮老爸啊，我若每一摆要向阮老爸讨物啊，摕要干哪只会生气啊！咱的天父毋是安尼情形啊！
所以咱伫地顶会做老爸吼，就立定好诶榜样啊，互囝儿吼对老爸有一个亲和感。互因伫咧祈祷诶时阵，阮伫天顶诶爸，哎呀，实在是我诶老爸哦，有法通我诶天父亲像，有法通比我伫地顶诶老爸搁较好吼，当然是搁较好咯，啊，伊诶祈祷就搁较有信心咯。所以，咱的祈祷的对象，阮伫天顶的爸，咱天顶的爸是慈爱的，是全有权柄、有能力的，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财富啊！因为天地万物拢是伊所做的，所以咱祈祷的时阵，对伊有信心。咱祈祷的，甲伊祈祷，咱搁较愿意亲近神。所以，这个头一点啊。甲咱祈祷的时阵哦，天父是咱祈祷的对象，也是咱信心的对象。第二点，祈祷是啥物呢？祈祷是一款的敬拜 worship， 好，祈祷毋是定定咧讨啊，敢若是你的老爸对你无欢喜，即个叫爸爸啊。第二句是啥物啊？讨我钱，爸爸，我爱伫迄项物件，爸，我要伫即项物件。无应该伫诶吼，无应该有诶，你强强要讨，吼，可能老爸会生气，可能老爸也无怀钱，所以你求诶时阵，可能老爸也袂互你。所以哦，咱祈祷吼，毋是定定向上帝讨物件。上帝啊，我爱伫啥物，我爱伫啥物，你着互我。咱比上帝较大嘛？有诶人吼。真侪世界有真侪各款的宗教会祈祷啊！伊讲，逐摆有一句话啊，伊讲有求必应啊！你看一搭有一善本啊，逐个人去祈祷啊，香火真盛香火很盛啊，真侪人去烧金，是因为这个真相有求必应啊。讲后来哦，这个无啥了，就去找别个神咯。哎呀，这个神搁较厉害，有求必应。但是咱的祈祷吼，毋是定定咧讨物件的啊，吼，毋是定定咧讨平安福气的啊，多财啊，还是多囝多孙啊。咱祈祷无一定是咧讨物件的，只在甲咱讲吼，祈祷是一款对上帝的尊敬，一个敬拜，吼。伊说，愿人当尊敬你为圣神圣的你的名，上帝的名做圣，要尊重神的名。咱在犹太人吼，对因的名吼有特别的意义啊。上帝的名也有伊的名是讲到有代表伊的品格甲伊的本质。本性，比如说上帝有慈爱、有信实、有怜悯的、良善的、公义的、有信实的，真侪款的本质甲本性，所以这个人对上帝的名尊敬就是对上帝的尊敬；这个人侮辱上帝的名，就是对上帝的侮辱啊，甲亵渎神啊。所以咱对上帝名。一定着尊伊的名做圣，但是咱看世间的人怎样呢？无尊敬神，甚至亵渎神的名，侮辱神的名。那么，这个是真对旧约内面真严重的罪啊！是10条诫命当中的第3条怎样讲啊？出埃及记20章第7节，安尼甲咱讲，毋通随便称呼耶和华你的神的名，讲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随便称呼、妄称耶和华名的人啊，耶和华的确袂伊将伊当作无罪，意思就是乱主称呼无尊重上帝名，来破坏、来侮辱上帝名，上帝的确要将伊当作有罪，严重无若是
无听神的侮辱上帝的名的人啊，是这个真严重的啊！恨就是恨上帝的名的，上帝要对伊干来遮，对付伊3世代。那听神的，伊祝福因全代。所以吼，咱得尊上帝的名做圣。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啊，应该心中有一款的尊重上帝，一款敬拜的心态，学了甲感谢上帝的心态来祈祷。这款的祈祷也是一款的敬拜，所以祈祷哦，也是一款的敬拜。敬拜上帝，伊是伊的名是神圣的，是值得尊敬的上帝。所以咱祈祷的时阵吼，咱的内心的态度应该着尊敬神、赞美神、感谢神，对伊有一款的敬拜的态度。因为只有这位全能、全知、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只有伊是真神，是值得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所以当咱安尼敬拜、赞美伊、敬拜、感谢伊，上帝就欢喜听咱的祈祷。第3点啊，祈祷是啥物啊？祈祷是一款的期待、盼望、盼望啥物呢？圣经讲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上帝的国降临。当咱想到这个上帝的国，一定是公义的国，有权柄的国啊，是圣洁的国，无罪有平安的这个国度。但是咱想到咧现在的世界是怎样呢？咱现在想到的世界，是这个背逆上帝，是这个对抗上帝的上帝，是忽略上帝、藐视上帝、亵渎上帝的这个世界，甚至有个国家亵渎上帝的名，所以是真可怕的代志。圣经讲，凡啊以上帝为神的，迄个国家就有福气了。以弗所书6章12节安尼讲，因为咱并毋是甲属血气的人争战，乃是甲迄个伫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以及空中属灵的迄个恶魔来争战。伫这个世界中，这空中的魔鬼啊，来控制人的心。到底全世界来影响人犯罪，行伫黑暗的当中，所以这个世界、这个国度啊，是真可怕的，也毋是永远的，将来是永远的国度。所以当基督徒生活伫一款这个罪恶非常厉害的时阵，咱所看到的政治的无能。看去罪恶无法人医治，抢劫无法人医治啊！这个绑架在政权无法人医治，拍死人，这国家真侪年讨论，到这也无法人解决的。所以到底这个世间是虾米款的国度？世间是虾米款的政权？伫这个咱也阁活伫世间的时阵。咱无法能看起一个真正有公义、平安、安全的国度，咱只有盼望上帝的国度早日会降临。所以咱心中有一个期望，有一个盼望。所以耶稣教咱祈祷是说，恁祈祷的时阵，就讲愿你的国度降临伫地顶，亲像伫天顶啊。来第四，祈祷到底是啥物呢？祈祷是服从神的旨意。啥物是神的旨意呢？就是神的心意啦，神的心意。所以即搭主耶稣甲咱讲啊，说愿上帝你的旨意行伫地顶，
亲像行伫天顶一样。所以当神伫全地掌管的时阵啊，迄个时阵，上帝的旨意就要通行无阻的伫地顶，因为上帝要掌管这个世界。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啊，也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伊知影顶十字架是一项痛苦的，一方面是肉体的痛苦，伊的身躯规身嘅伤，体无完肤啊，无一点是完全的皮肤嘅流血着伤鞭拍手咧，双手双骹佮顶十字架。心灵顶面的痛苦，伊担当全世界人的罪孽，伊这个时啊，当做一个罪人啊，就叫上帝离开咯，因为耶稣这个是一个罪人啊，罪人是无讨神欢喜的，应该就受刑罚的，所以耶稣是当做一个罪人来受刑罚定死，所以耶稣的心灵是非常的痛苦。但是耶稣要服从神的旨意，既然是上帝叫伊来做成这个救恩的工作，所以伊就忍受在痛苦。所以伫最后伫这个克西马尼园迄暗暝透早的祈祷，上主耶稣3摆讲的祈祷，计是安尼讲：我的爸啊，若是有办法，求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但是毋通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着照着你的意思。虽然我受苦真严重，但是我愿意顺服你的意思。换等于耶稣无顺服意思，咱今仔日世界就无救恩可言咯。咱的罪就无法通得到救赎咯。咱的肉体、咱的灵魂就永远伫迄个地狱内面受刑罚咯。但是因为耶稣的顺服，偌侪人世界顶面千万万的灵魂得救，感谢上帝。所以咱的祈祷就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当咱要求神的旨意的时阵咱常常看家己，我缺这项，缺迄项，这都明明是神的旨意但是无够钱无够人无够力量常常看到家己软弱，那是上帝的旨意，咱愿意顺服上帝，就要伫伊的旨意内面行出伊的神力奇事。只要咱顺服上帝的旨意，愿意甲兄弟姊妹为着上帝的旨意同心祈祷，咱就看到上帝要行神力奇事，愿主的名得到荣耀。第5点，祈祷是啥物祈祷是一款的祈求、要求，还是恳求的意思。英文是叫做 petition。还是叫做 supplication。马太6章11节，耶稣安尼讲：伊说咱日用的啉食，今仔日赐托咱，今仔日赐托阮即搭讲日用的啉食意思就是咱逐日所需要的食物，所欠用的物件。咱求上帝赏赐托咱的意思，所以这节圣经节是求上帝来供给咱逐日的需要当咱祈祷安尼祈祷的时阵咱就省察咱家己的内心，咱是祈求逐日咱所欠用的，还是祈求一年，还是一个月？偌久的时间，上帝将真侪非常多、真侪好的物件要赏赐互咱，互咱过着一个奢华享乐
的生活呢，还是逐日将个山珍海味？神啊，我知逐日食的物件无好食咯。上帝，你互我山珍海味啊！上帝可能袂互你知，因为逐日食山珍海味，上食就无味。好，上帝爱咱逐日所需要的，向伊祈祷。上帝知影咱的需要，为什么伊要叫咱向伊祈祷呢？上帝主要是爱咱神的行日，逐日着叫伊亲近，逐日着倚靠伊。咱会将咱的需要甲伊讲，互咱逐日有法通倚靠上帝，互咱操练倚靠上帝的一款属灵的功课。所以求主帮助咱。有个人真骄傲，说我真有趁钱啊！我用我的努力、我的头壳、我的智慧，能趁真侪钱，我无需要祈祷。所以上帝会供应咯，我的钱财啊，有种供应我一世人咯，还是两代人食袂了的咯，毋通安尼骄傲。上帝无爱咱种存着骄傲的心，轻看上帝每日的供应，因为咱的生命无伫咱的手中啊。最近有一个非常好业有钱的人啊，但是伊的亲人，伊所听的，无偌久要结婚咯，想袂到结婚以前，伊得一款的病，煞无去咯。伊真艰苦心，伊才发现到，人无论偌侪钱财，若毋是上帝意思存留咱的性命活咧，咱也无迄个命，有怀钱也无怀命，通去享受。真侪人真有钱啊，但是伊无法通食，无法通行，无法通出门，是无？所以若毋是主的恩典啊，咱无法通享受。所以咱今仔日有法通活咧，有法通存活，有法通食着上帝所予咱的粮食啊，咱着感恩，咱着倚靠无论好，无论怎样。上帝所安排，咱着欢喜的接受。上帝袂互咱草酸的物件，有的人真便当钱食买甲规礼拜会食物啊，放咧床头咧，咱摕出来是草酸的。上帝袂互咱草酸个像铺的食物互咱食啦。上帝是互咱身躯够业营养的，咱身躯需要的有够业饱的。上帝供给予咱，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咱就为咱的粮食来感恩、来祈祷，存着这个感谢的心来倚靠主。第六点啊，什么是祈祷呢？祈祷就是这个忏悔的心，向神来认罪悔改，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圣经讲，人心内若注重罪孽上帝就袂听咱的祈祷。所以即个耶稣讲，伊说免阮的罪，亲像阮免了别人的罪。即个的罪debt 就是代表什么啊？无一定是讲钱啊，还是讲到人的罪，咱亏欠上帝，做毋对代志。亏欠上帝，亏欠人欠人的罪责的意思。所以有一家基督徒误会圣经解释，哇！说恁基督徒都真福气哦。恁若欠人钱欠人罪恁祈祷这上帝就赦免了恁的罪向为恁来还罪咯。圣经毋是安尼意思，这个罪就是咱的罪责，咱犯罪的罪，就是罪的意思。所以咱祈祷的时阵，咱也有想到有罪，有亏欠上帝，亏欠人，有做毋对的代志，咱就先解决，求上帝赦免咱。咱来到神的面头前，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祈祷的人也是着圣洁的，神才会垂听
咱会祈祷。第七点，什么是祈祷呢？祈祷就是着同情别人的心，passionate。上帝既然赦免咱的罪咯，凡得罪咱的人，咱嘛是着赦免因。圣经讲，伊讲咱若唔赦免咱别人的罪上帝也是袂赦免咱。所以圣经安尼讲，伊讲什么啊？免了阮的罪，亲像阮免了别人的罪，意思就是说，恁着原谅别人的过犯，恁别人的毋对，恁的天父也的确要赦免恁的过犯。恁也无饶恕别人的过犯，恁的上帝恁的天父也无法通原谅恁的过犯。过犯就是咱的罪过。所以求主怜悯咱，上帝原谅咱的罪，咱也是原谅别人，上帝才会欢喜。第八点是讲到什么呢？第八点是讲到祈祷就是得胜魔鬼的试探，要救咱脱离魔鬼的遐凶恶。圣经是安尼讲，无叫恁拄着试探。救恁脱离凶恶，试探是对倒落来啊，对魔鬼来的。魔鬼就是撒旦，撒旦是叫上帝为敌的。魔鬼常常什么啊？想尽各款的办法来破坏上帝的工作，破坏教会的工作，破坏传道人的工作，破坏信徒的侍奉。破坏基督徒甲上帝的关系，破坏基督徒之间兄弟姊妹的关系。魔鬼阁引诱人犯罪，互人行入一个凶恶的代志。因为魔鬼是 evil， 是邪恶的，所以咱就小心。魔鬼常常找机会要来试探人犯罪。来叫咱着疏远上帝，甲上帝脱离迄个关系，还是甲上帝的关系较远嘞，毋通近。试探魔鬼是常常会发生，咱无法通说，咱袂拄着试探有个人讲伊说咱这个试探亲像一只鸟，咱无法通预防一只鸟对咱的头顶真悬的所在飞过去，咱无法通预防但是咱有法通预防一只鸟伫咱的头顶做鸟兽，是无？逐日加草来，咱的徛咧咱的头壳咧，做甲咱一个鸟兽，然后生两只孵，将遐两孵成鸟咱有可能将这个摕走意思就是讲，魔鬼咱拄着试探是无法通避免的，但是咱有法通避免，咱行入到试探的内面咱亲像咱伫街路咧行的时阵，看到一个真水的姑娘、真水的女的，踮咱头前行过去，咱无法通预防这位美丽的女子伫咱头前行，但是咱有法通预防，无叫这位女子美丽的女人带咱去到无应该去的所在，咱有法通避免。所以基督徒，咱着小心，毋通挑工，毋通故意接近怀试探。咱着省察家己咱的心，咱这个时咱祈祷的时阵，咱这个时是毋是已经入去了试探咯？我拄着一个试探，我无法通赢过，我是毋是进入了魔鬼的凶恶的地步所以咱着求神，上帝我即阵已经入去到试探当中，我无法通脱离求主帮助我，互我有智慧、勇敢，通来脱离即款的试探，免了入去迄个魔鬼的迄个 trap， 迄个凶恶的地步内面。所以咱第八项是叫咱着祈祷，免得入了魔鬼的试探，甲伊凶恶内面。
第九项最后，基督是啥物？基督是承认上帝的存在，甲伊的权能，甲上帝的国度的存在。圣经主耶稣教示咱，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落尾一段吼，有诶种个古早的古卷吼，无有一段话哈。但是咱既然伫遮，咱就安尼解释哈。所以其实当咱祈祷的时阵，咱就省察咱家己的内心，是毋是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心？是毋是有尊敬？是毋是有尊敬敬拜、赞美、感恩的心？好，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关于这个国度，圣耶稣讲这个，因为国度就是上帝的国度，毋是咱家己的国度。咱的国度，咱若将上帝国度，是咱家己，从伫咱的内心有一个国度，家己做王，无愿意互主来掌管，无互主来有一个权柄来带领咱，这就是毋对啊！咱就以耶稣基督伫咱的心中做王做主。那这个权柄是啥物意思啊？就是迄个权柄，就是着顺服主的权柄，毋是顺服咱家己。咱主啊，我爱这项你着顺服我，袂做咧安尼祈祷。主啊，你爱怎样？啥物是你的旨意？你的权柄，我着顺服上帝的权柄。第三点，荣耀，咱凡事所做，叫着荣耀神。毋是来荣耀咱家己，毋通偷摕上帝的荣耀。本来上帝就应该得的荣耀，咱家己伫这项代志顶面荣耀家己，安尼是毋对的。所以今仔日咱伫这个主导文内面所学习的，咱是毋是学习着？祈祷这个意义甲内容呢，有几项咱祈祷的对象就是天父，咱就会记得，阮伫天顶的爸，咱向天顶的爸来祈祷。第二项，咱就有一个崇拜，祈祷就有崇拜这个敬拜的心。第三项就是祈祷就有一个盼望、期待，愿你的国降临伫地顶。第四项就是咱着顺服神的旨意，毋是咱家己的意思。若是上帝的意思，咱则听；若是咱家己的意思，上帝若答应，才是上帝的意思。第五项，咱祈祷的时阵，是一款向神求什么代志 petition。第六项就是咱着有悔改的心。咱心中若有罪亏欠，咱就求上帝赦免咱。咱若是上帝说落去同情别人，别人有问题，咱就同情伊。上帝赦免咱的罪，那么别人还得罪咱的，咱要赦免，咱要原谅伊无？咱嘛是着原谅人，因为耶稣讲，你若无原谅别人，上帝也无原谅你，那么咱就艰苦咯，无法通得到赦免。说落去，咱着求神伫祈祷当中就是求神来叫咱脱离魔鬼的试探，免得咱呢入到迄个凶恶的地步内面去。咱着最后一点是，咱着承认上帝叫伊的国度，因为上帝是全能、全知、全知的上帝。伊来设立这个国度，咱有一日要进入伊个国度。咱今仔日伫世界顶有盼望上帝的国度，因为世上的国度是无完美的，只有将来上帝要设立的国度，这是完美的。所以咱盼望伊的降临。所以今仔日咱所学习的，盼望咱祈祷的时阵就有一个内容，这内容咱祈祷就搁较望主。会随听，咱来三甲头祈祷。
亲爱天父上帝，今仔日阮所学习的主祷文，求上帝你教示阮怎样祈祷，因为真侪时阵阮祈祷太过随便，讲的话是真无实在，真含带。求上帝你怜悯赦免阮的亏欠，互阮以后的祈祷搁较认真，搁较合乎上帝的旨意，佮用时间来亲近神，阮的生命就会重整，阮侍奉的代志搁了蒙主悦纳，感谢上帝。阮将跩完全交托，由圣灵继续做工伫兄弟姊妹心中。阮安尼交托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